你有冇發現呢個世界最荒謬嘅事，就係你對一個人越好，佢反而越憎你。你掏心掏肺去幫佢填氹，借錢俾佢幫佢湊仔，結果佢唔單止冇半句多謝，仲覺得你理所當然，甚至嫌你多管閒事。好多人都會喺深夜度問自己，點解我做盡好人，何探要咁樣對我？真相可能完全顛覆你嘅認知，因為你所謂嘅善良喺因果嘅法則入面，其實係一重僭建。你強行插手咗人哋嘅因果，所以個攤要你連本帶利咁還，係無數個失眠嘅夜晚，你可能不斷問自己，點解我付出咗所有，到頭來反而變成千古罪人？好多人以為只要不斷犧牲，總會換來感恩，但現實往往割你一巴。真正嘅殘忍唔係見死不救，而係剝奪他人經歷因果、自我成長嘅機會。好多人以為做父母、做伴侶，甚至做一個好親戚，最大嘅責任就係幫對方遮風擋雨，掃平人生路上一切障礙。但真相係你每一次幫佢擋劫，其實都係喺度剝奪佢靈魂進步嘅權利。你以為自己係救世主，其實係因果嘅法則入面，你只係一個霸道嘅婆杯者，用自以為是嘅愛去綁架另一個靈魂。佛經入面有云：業力甚大，能敵雖叻，能深巨海，能將勝道。呢句說話嘅意思係每個人嘅因果業力大到可以填平大海，擋住大山，冇任何人可以代替另一個人去承受。原來當你夾硬着手去幫佢解決問題，你就係逆天而行，用自己微薄嘅力量去對抗佢原本必須要還嘅業債。而家就喺香港嘅屯門，每日都上演緊呢種無聲嘅悲劇。方姐係一個單親媽媽，做咗幾十年夜間護士，湊大個仔阿文。阿文由中學開始就深入闖禍，打交欠債。方姐每次都一邊流眼淚，一邊扭出緊又會儲蓄幫佢填膩。方姐甚至掛喺嘴邊嗰句就係冇得呢個仔，唔幫佢幫邊個？等到阿文40歲，佢已經徹底放棄人生，每日踎喺屋村間房度打機。有一次，方姐因為幫佢還統數，搞到自己連睇牙醫嘅錢都冇，終於忍唔住老吐咗兩句。點知阿文突然發脾氣，將個飯碗掟落地下，指住方姐個鼻痛罵：係你由細到大咩都幫我決定晒，搞到我而家生活廢人咁唔滿意啦！我根本未求過你幫我。方姐望住滿地嘅碎片，心入面嗰重痛你都覺更難受。佢用盡一生去愛個仔，換來嘅竟然係骨肉之間最深嘅仇恨。呢種情況就好似你喺地鐵站見到一個細路學行路，佢跌低咗嚟，即刻衝過去扶起佢，一次兩次10次到最後，個細路雙腿肌肉萎縮，永遠學唔識自己行。佢唔單止唔會多謝你，反而會怨你點解唔一世孭住佢。喺佛法嘅角度，呢個就係因果嘅天律。你嘅過度介入中為咗對方嘅業力消化，最終結出恩將仇報嘅果報。你睇佢受嘅苦，最終會變成刺向你自己嘅度。有一重愛叫謀殺，你以為幫緊佢渡過難關，其實係親手扼殺咗佢逢凶化吉嘅能力。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唔使答我，答自己就好。你有冇試過為咗報一個最親嘅人，搞到自己遍體鱗傷，最後連一句多謝都冇？如果你都試過呢種感覺，請日係留言區留低一個心碎符號，我會睇每一個留言，因為我知道你真係好攰。面對至親受苦，要做到袖手旁觀，的確違反人性。但如果我話你知呢種悲劇，連神通廣大嘅佛陀都唔會出手干預，你會點諗？係佛陀太過冷烈，定係我哋殺人人根本睇唔透真正嘅慈悲？你有冇諗過，如果佛陀真係法力無邊，點解呢個世界仲有咁多苦難？點解佢唔索性一揮手，將所有受緊苦嘅人都救晒出嚟？好多人對神佛嘅期望就好似對待一個超級英雄，覺得只要大慈大悲就應該冇條件去拯救每一個泥沼入面嘅人。佛陀唔直接度晒所有眾生，因為強行干預無形者嘅因果，只會令雙方一齊跌落更深嘅業力深淵。好多人以為見死不救就係冷血，慈悲就係無論如何都要伸出援手，但真相係有啲人嘅業力重到一個點，你夾硬嚟佢唔單止上唔到岸，仲會將你一齊拖落水底。佛經入面有云：佛不能滅定業，不能度無緣。呢句說話嘅意思係，即使佛陀法力再大，都改變唔到一個人早已着定嘅因果業力，亦都幫唔到嗰啲根本無心向善、唔相信因果嘅人。原來宇宙間最大嘅力量唔係神佛嘅保佑，
而係每個人自己做帝，必須要自己去還嘅業。3000幾年前嘅古印度，佛陀帶住弟子阿難經過一條荒村，村入面爆發瘟疫，村民餓到奄一息。阿難生起慈悲心，苦苦哀求佛陀施展神通，變出糧食同偽藥去救呢班村民。佛陀搖搖頭，平靜咁講：佢哋同我無緣，業力未盡到唔到。阿難唔信邪，覺得慈悲唔應該有條件，佢自己捧住缽盂行入村莊，想將化緣得來嘅食物分俾村民。點知班村民一見到阿難，不但冇感恩，反而覺得阿難你個呃神點鬼嘅外人。佢哋一衝而上，為咗搶奪食物大打出手，甚至有人拎起石頭掟阿難，幾乎將佢打死。佛陀後來同本身相恨嘅阿難解釋，呢班村民喺前幾世係一班極度兇殘嘅強盜，佢哋今世承受嘅饑荒同瘟疫，正是必須要經歷嘅果報。你強硬去切斷佢哋受苦嘅過程，只會激發佢哋更深嘅貪念同嗔恨。呢個道理就好似你喺公司見到個新人做錯嘢，你好心手把手教佢，甚至幫佢執手尾，點知佢轉頭同老闆都係背脊，話你多管閒事，打壓新人，阻住佢上位。你以為自己係前輩提攜後輩，喺佢眼中你只係一個阻住地球住嘅控制狂。呢個就係最真實嘅因果法則。你嘅強行介入激發咗對方嘅惡連翻彈，最終導致雙方共同捲入新嘅惡業循環。唔好用你嘅慈悲去挑戰人哋嘅業力，因為喺無緣嘅人眼中，你嘅幫補就係一重巨高臨下嘅侵犯。而家請你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：隨緣自在。呢唔單止係對自己嘅一份接納，更加係一份俾宇宙嘅信號。當你打低呢4個字，你就係喺同因果嘅規律接軌，放過自己，亦都放過別人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覺得因果太過冷酷無情，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難嘅問題：如果連佛陀都選擇袖手旁觀，咁點解歷史上依然有啲高僧大德，明知會粉身碎骨，都偏偏要去硬食人哋嘅業力？如果我話你知，有時候去幫人係為咗還一條更深嘅命債，你會點諗？你有冇試過，明明你一邊好心去幫人執手尾，最後反而變成你嘅錯，連你自己都惹埋一身蟻。當你挨更低夜幫人填補黑洞嗰陣，其實你已經不知不覺間將人哋嘅惡業轉移咗落自己身上。每個苦難背後都有一份業力要燒，你強行幫佢動咗，個天就會揾你找數。好多人以為替人受過係一重偉大嘅犧牲，甚至覺得咁樣做先對得住良心。但其實替人擋劫唔係慈悲，而係一重傲慢。你以為自己打得過因果，結果只會被因果反噬。佛經入面有云：父子至親，其路各別，縱然相逢，無肯代收。呢句你藏經嘅說話係話，就算係最親嘅父母仔女，喺因果面前都係各行各路，冇人可以替另一個人去受苦。原來每個人嘅劫難都係度身訂做嘅功課，你夾硬幫佢做，考官只會連你都一齊罰。7年之後嘅唐朝，有一位叫慧海嘅高僧，佢喺深山修行嗰陣，遇到一個被仇家罪殺、身受重傷嘅南蒙武將。慧海一時不忍，用自己嘅聲譽同寺廟嘅庇護，狠狠保住咗呢個武將嘅命。點知呢個武將根本毫無悔意，傷好之後，竟然落山勾結山賊，將罪殺佢嘅仇家整條村屠殺唐人。當滿地鮮血嘅業力形成過一刻，身喺寺廟嘅慧海突然雙眼奇痛，從此雙目失明。佢終於頓論，武將原本命數已盡，係自己強行逆天改命，結果武將做下嘅無邊殺業，全部都要由佢呢個救命恩人去共同承擔。呢種情況就好似你喺辦公室見到個同事做錯份重要報告，你好心幫佢改新嘅，甚至幫佢同老闆頂罪，結果佢完全冇學識教訓，下次再捅一個更大嘅簍子，搞到公司損失慘重，最後老闆連你都一齊炒埋。呢個就係最真實嘅因果法則。你嘅盲目頂擋咗斷咗對方犯錯受罰嘅覺醒，最後結出共業反噬嘅果報。你以為幫佢擋就一劫，其實係將佢原本只係擦傷嘅教訓養成咗一場禍你命嘅車禍。而家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唔使答我，答自己就好。你有冇試過為咗幫人解圍，最後自己無辜變成代罪羔羊？如果你都試過呢種委屈，喺留言區話我知，會唔會睇每一個留言？因為呢份痛唔應該只有你一個人承受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覺得因果真係太過冷酷，
甚至令人心寒。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難嘅問題，既然幫人會惹禍上身，咁點解我哋總係控制唔到自己，一次又一次咁飛身暴火？如果我話你知，你急住去救人，其實根本唔係為咗佢，你會點諗？你有冇發現，每次見到身邊人搞砸自己人生，你心入面嗰重焦急同憤怒，甚至比當事人仲要強烈？你以為呢啲吊着緊，但夜深人靜嗰陣，你有冇誠實咁問過自己？你咁搏命去幫佢，真係為咗佢好咩？真正嘅執着唔係放唔低嗰個人，而係放唔低你自己心目中嗰個完美拯救者嘅人設。好多人以為不斷幫身邊人擦屁股、收拾殘局，係因為自己心長太遠，但真相係你急住去救火，往往只係為咗緩解你自己內心對失控嘅恐懼，同埋滿足嗰種佢冇咗獲得嘅虛榮心。佛經入面有云：若菩薩有我相，人生眾生相，相者相，即非菩薩。呢句金剛經嘅經典係話，如果你幫人嗰陣，心入面仲覺得我係到偉大嘅施恩者，而你係個等我救嘅受苦者，咁你就根本唔係真接地。原來好多時我哋所謂嘅無私付出，只係為咗成全一重自我感動嘅表現。而家就喺香港嘅旺角，玲姐啱啱又喺茶餐廳過咗10萬蚊去細佬個戶口。呢10年嚟，細佬炒仙股、賭外圍，爭落一身債。玲姐次次都鬧到拆天，話係最後一定會瞞住老公，甚至按咗自己層樓去幫細佬填氹。佢成日同身邊啲姊妹喊住講：我得呢個細佬，如果我唔理佢，佢實俾人斬死。我做一啲點過意得佢？結果呢，上個月玲姐老公終於頂唔順呢個無底洞，掉低張黐婚協議書走咗。而佢個細佬攞完玲姐不救命詞，第2日又過咗澳門。玲姐為咗維持一塊好家姐嘅神主牌，將自己當成救世主，最終拖垮咗自己頭家，連自己嘅下半生都輸埋。呢種情況就好似你見到阿媽個廚房好亂，你忍唔住出手幫佢將所有嘢掉晒，揾個批新嘅收納盒，執得整整齊齊。點知阿媽嬲到震，話揾唔翻啲嘢，覺得你喺度搗亂。你幫佢執，根本唔係因為佢需要，而係因為你自己睇唔順眼。喺佛法嘅因果邏輯入面，呢個機制非常清晰。你嘅控制用嚟裝成自我犧牲嘅業力，最終結出玉石俱焚嘅果報。你以為自己喺度救人，其實只係餵養緊自己嘅夢幻。唔係佢冇咗你唔得，係你冇辦法接受一個唔需要你拯救嘅世界。放手先係對大家最大嘅放殺。而家如果你睇到呢度，心入面有一啲感觸，請你喺留言區攞多一個剪刀符號。每一個剪刀符號都係一份對自己嘅承諾，象徵係決定剪斷嗰條叫拯救者嘅鐵鏈，將命運交還俾對方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覺得好灰心，但係呢度有一個更難嘅問題：如果連至親嘅人跌落水，我哋都應該袖手旁觀呢個因果。咁如果咩都唔做，慈悲又體現喺邊度？難道學佛就係要變成一個冷血無情嘅旁觀者？你可能會覺得學佛就係要普度眾生，見到人仆親就一定要扶，但其實宇宙間有一重更高維度嘅愛意，往往比一層冷漠嘅愛意，俾別人經歷佢應該經歷嘅苦，就係對佢生命最大嘅尊重。呢個先係真正嘅菩薩心腸。好多人以為做手旁觀係無情無義，但其實真正嘅殘忍係你為咗自己心安理得，磨跌咗對方係痛苦入面覺醒嘅機會。佛經入面有云：廣心頓業，以即菩提。呢句說話係話，當係放低嗰重向外攀嘅呢多想管嘅都想救嘅狂熱，你嗰一刻先至係真正嘅覺悟。原來咩都唔做，安靜咁退後一步，先係對呢個世界最大嘅加持。就好似深夜嘅茶餐廳，阿伯一個人食住碟乾炒牛河，你見佢孤單唔通，就要行埋去補對台。有時候唔打擾人哋嘅孤獨，由得佢安靜咁照完嗰碟飯，就係一重最高級嘅溫柔。每個人嘅生命都有佢自己嘅時區同功課，你強行幫佢翻去答案嗰一頁，佢永遠學唔識點樣解題。喺佛法嘅因果邏輯入面，呢個機制非常清晰。你嘅放手退讓，促成咗對方嘅自我成大，最終結出個自圓滿嘅果報。唔係所有嘅歷史都需要拯救，有啲人就一定要飲爆水先學得識自己浮上來。今晚熄咗盞燈，將人哋嘅命運還返俾人哋啦。